大家好，喺呢個影片裏邊咧，我會教你如何喺 WV 嘅後台更新個人資料。你好，我係 Milly World Venture 嘅 IM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irector。首先你要去到你自己嘅後台 www.worldventure.biz， 右上角咧有一個 login 嘅掣，可以咧等你登入你嘅後台。撳咗 login 之後咧，你會發現咧有個地方可以俾你入你嘅 WV 嘅會員號碼同埋你嘅密碼，然之後再撳 login。之後咧，你入咗你嘅後台啦，你會發現咧版面會係英文嘅。如果你需要版面咧變成中文嘅話咧，可以去到版面嘅底部，你會見到有選擇語言 Select Language， 撳咗落去之後咧，就會有唔同語言嘅選擇出現啦。如果你要選擇中文簡體字嘅話，可以選擇 Chinese Simplify； 如果你要選擇中文繁體字嘅話，可以選擇 Chinese Traditional。撳咗落去之後，你嘅版面咧將會變成相對嘅中文啦。好啦，上翻頂啦。如果你要去到個人資料更改嘅地方咧，可以去到 My Account 我的帳戶，再拉落嚟咧變成第二個 My Profile 我的個人資料。入咗去之後，你會發現有5個唔同嘅 tab 幫助你設定唔同嘅嘢嘅噃。第一個 tab 咧就係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， 你見到你嘅會員號碼啦、你嘅名啦、你嘅姓啦。嗱，你要注意啊，名同埋姓咧係唔可以喺後台裏邊改嘅。如果你真係需要改你嘅名嘅話咧，係需要聯絡客戶服務部嘅，你可以 email 去 asiasupport@worldventures.com。嗱，如果你要改咧，你設定你個人化嘅網站嘅話咧，可以喺呢一度更改。咁你喺呢度填嘅嘢咧，就會變成你嘅個人化網站前面嗰幾個字啦。記住咧，每一次你更改資料嘅話咧，都要再撳 update 資料咧，先會喺系統裏邊更新嘅。如果你選擇語言嘅話，喺同一頁咧，就係你見到 Language Preference 呢一度拉落去咧，可以選擇英文或者中文。如果你要中文嘅話咧，就選擇中國語文。咁將來咧，你收到嘅資訊咧就會變成中文㗎啦。然之後一樣啦，而喺度撳 update， 咁系統咧就會更新你嘅資料啦。好啦，第二個版面咧就係聯絡資料 Contact Information， 喺呢一度咧你去更新你嘅電話號碼啦、你嘅 email address 啦、你嘅地址。如果你更新咗任何嘅資料嘅話咧，記住亦都係一樣啦，去到底部要撳 update， 咁系統咧就會更新你嘅資料啦。好啦，第三部分咧就係獎金收入嘅設定 Commission Payout。我咧其實有另一個影片咧喺 YouTube 上面叫做電子錢包設定，係一個3分鐘嘅影片，教你如何作基本嘅電子錢包設定嘅。如果你未睇呢個影片嘅話咧，就可以先去睇咗，咁就會知道點樣設定㗎啦。好啦，第四部分咧就係登入後台嘅資料。喺呢一度咧，你可以選擇更改你嘅登入密碼。如果你要選擇更改嘅話咧，第一個地方咧填入現有嘅密碼，然之後第2同埋第3咧就要寫咧你嘅新嘅密碼，再入一次新嘅密碼重入。記住都係要撳 update 啦。如果你要更改你嘅個人秘密嘅問題嘅話咧，喺呢度撳 edit。公司就會有唔同嘅秘密問題出現，你再打入你嘅答案，然之後再撳更新。最後一個地方咧就係付款同埋信用卡嘅資料。如果你要更改你嘅信用卡，或者你嘅信用卡就快過期想 update 嘅話咧，可以呢度做嘅。咁你發現你有現有嘅信用卡資料啦，你可以撳 edit 去到更改你現有信用卡，或者你要加張新嘅信用卡落去咧，可以撳 add new。跟住落嚟咧，呢一度就會出現咗俾你入信用卡資料嘅地方啦。你要選擇係 Visa 卡啦、Master 卡、Discover 卡、American Express、JCB 或者銀聯嘅。然之後上面咧呢度寫上你卡上面嘅名字，呢個信用卡嘅名啦，更新你嘅信用卡號碼啦，同埋有效日期。最後咧就係你嘅信用卡嘅地址。然之後再撳 Confirm， 咁系統咧就有你新嘅信用卡資料啦。恭喜你，而家你可以隨時喺 WV 嘅後台更新你嘅個人資料啦。如果你想得到更多嘅資訊嘅話，記住嚟到我嘅網站或者我哋 Facebook， 我哋會繼續保持聯絡㗎啦。